伫即个影像真普遍的时代，大家感觉想过讲用摄影机把咱的记忆或者是思考记录落来进前呢？咱头壳内面的影像是生做什么款？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最近邀请5位艺术家，用各种材料创作，要来传达人类回忆甲思考的过程。 这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日本人伫台湾所起的燃料工厂，创作者柯家维汇集19个工厂员工的记忆，用影像随机展现伫4地金幕。伊讲记忆所展现出来影像一幕一幕，充满低调甲无确定的感觉。 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一个录像作品，但这就好像说我们面对一个遥远的时空，我们的回忆啊，我们的记忆，其实都是有点捉摸不定，有点不断在变动的这种状态。那我们每一次想一件事情，可能都会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这件作品就有点像是去呈现这样一个有关记忆、回忆这件事情本身的状态啊。 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举办的造影当代戏剧叙述展览，讨论伫用摄影机也是文字记录落来进前，人类大脑回忆甲思考的过程。 所展现出来的画面，5个艺术家用各种材料传达因对影像的想法，创作出12项戏剧甲真实透蓝的作品。里面透过录像、摄影，然后动态影像、影像装置这些不同的创作形态，其实他们就回应着影像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主题。因为影像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影像文化的时代里面，它其实影响着我们的认知，然后我们的存在感。回忆的画面哪真哪假，造影当代戏剧叙述展览，12月初9到明年3月26，伫台北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展出。记者麦尚英、陈宝乐台北报道。